兄亲也没去。两兄请坐。姐妹，请坐。两兄，你我在长亭分手，别来无恙。兄母好，爷妹你可好啊？托两兄赐福，也好。好，请问两兄，是来是路过，万事得报。好，我是特地到此。一来探望于你，二来向神佛大人分发，怎么？访问你家九妹，众生喜
人人伤心去难开。你与谁道你乃是你应该与兄说明白，你我之间情字黑，你还与谁我去难开。两兄，小妹始终以你为家，弟弟作主将小妹的终身许配马家了。就是马太守之子马文飞。应该他山姻缘给予人，你山
我去告你言儿负心，所应
两兄弟忠诚与大，四小妹相亲更相爱，因此上拜托师母为大妹，临别有亲口须句美，我中道有情人终能成全所在了，为家就才以为恨真弟弟用了马家妹，我与两兄难认得，弟弟受过马家聘，我与两兄难人婚，弟弟因过马家驹，我与两兄难为寿，归若相比须傲千金枷锁当不开，我是死不到马家去，小妹心意你中明白。不让我作家成仙路，要得见到心意在，前排万人兄来盼在兄来心难开，在三是龙宫娘，是心上在你俩三杯。应在江城心对望，好比那三把钢刀刺心内。两从情人情堂浩荡出三位，被草条双双同举杯，3年同唱情丝海朝朝暮暮
要见谁在目，他也没的苦衷。我命啊悲，不前不恨，战不恨，是恨那父母之命难更，不前不恨，战不恨，是恨那大家四大情难配，到是今美满的良缘成瓦砾，我他鸳鸯两分两兄，待小妹送你一程，望你自己报仇，不必怨死。万珍重，莫
哎。